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英国时间7日下晡过身，食到96岁，伊在位超过70天，是英国最上久的女王。过来，今仔增加34020例本土病例，有55个人死亡，102个中重症，病例数比顶礼拜五增加1.6%。中秋连假头一日一早，高速公路大塞车，国道5号塞甲愈厉害，代替嘛因为设备故障，车班大乱，互民众真怨叹。新闻开始来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英国当地时间7日下晡过身，食到96岁。伊在位超过70天哦，是英国最上久的女王。伊的后生查尔斯接位，成做英国的新国王。A few moments ago, Buckingham Palace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The palace has just issued this statement. It says the Queen died peacefully at Balmoral this afternoon. 英国媒体 BBC 当家主播爱德华兹在节目中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的消息。白金汉宫最背也发声明证实女王伫咧7月过身，享受96岁。73岁查尔斯王储继位正做英国国王，拄接首相的特拉斯也向女王致敬。She was the very spiri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at spirit will endure. She has been our longest ever reigning monarch. It's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to have presided with such dignity and grace for 70 years. 特拉斯伫咧2天前，才伫咧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接受女王任命，正做新首相。不过，崔贝传讲女王身体无舒适，医疗团队建议接受医疗监看，包括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等王室的成员拢赶来解看。女王过身的消息公布了，新任国王查尔斯发声明，哀悼心爱母亲甲女王过身。去年4月，女王的翁婿菲利普亲王以99岁高龄过身，女王心情正受影响。不过，有关坚守讲话。This is a duty I'm especially happy to discharge, as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 on human progress was a subject close to the heart of my dear late husband, Prince Philip, the Duke of Edinburgh. 在过去，英国王室的成员若过身，拢会用特定代号传送秘密消息。这边女王过身的行动暗号代码是伦敦桥行动。接落来，女王遗体会伫咧2天后送到白金汉宫王座室。5天后，送到西敏寺，予外界瞻仰维扬3天，第10天办女王的告别式。外界认为，上尾女王可能是放伫咧温莎堡的皇家礼拜堂圣乔治教堂。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但总统蔡英文佮代表台湾政府甲人民向英国政府来表示哀悼，嘛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佮家属表达慰问，感念女王一世人为世界和平甲繁荣的贡献，嘛真唔甘国际社会失去一位领袖的典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甲人民，向英国政府甲大英国业的人民致上亲切的哀悼之意，并且向继任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室的家属致上诚挚的慰问，表示台湾甲英国共心，感念女王一生为世界和平甲繁荣的贡献。外交部长吴钊燮同时也致电英国驻台的代表邓远汉先生 John Dennis 代表，来表达同样的慰问之意。伊丽莎白女王2世的逝世，不仅是英国的政府跟人民的损失，国际社会也失去一位领袖的典范。伊丽莎白二世是世界史上在位上久的女性君主，是稳定英国政局甲皇室袂当欠的力量。不过因为伊无实质的政治影响力。在英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并不大，在稳定跟延续上面是值得我们去肯定她的因为英国女王她是虚位元首，我认为她对台英未来关系的发展是比较小的。不过因为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崔拉拄才上任，伊进前把几多遍公开宣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所落来是不是维持对中国强硬？台湾跟英国的关系要如何强化，也怪观察。他也明确的表达说，他不会到访台湾但是同时间他也会强化跟台湾的关系。但是也不会因为
这个台湾的关系激怒中国大陆，使得这个台英关系也陷入一个僵局啊。邓克勤讲，早伫咧2月，英国国会透过辩论通过挺台动议，就让看出英国打算要加强甲台湾的关系。再加上最近经贸数字增加明显，台湾如果伫咧印太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台英之间的关系未来会当期待。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真侪民众知影消息了后，拢到北京汉宫的附近献花点蜡烛来哀悼。反对党共党的领袖斯塔默尔嘛，俄勒女王对团结国家有正大的贡献。嘛，采访王社记者就讲，大家国家面对危机，女王得出面来敲代志。就算讲落湿啊雨，要是有真侪民众伫咧北京汉宫的外口来甲逝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敬，无论是英国人，也是外国的游客，一个听到女王过身的消息，拢感觉真艰苦。Every important moment in modern histo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she'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and she will be missed. 当咧印刷的报纸啊，逐条的头版拢是看英国女王逝世的消息。有报道讲，查尔斯3世伊继位英国国王，政坛人士嘛咧学了讲，女王伊继位70年来对英国的贡献。She has inspired us, on occasion comforted us, and always personified values we hold dear. Our longest serving and greatest ever monarch. Above the clashes of politics, she stood not for what the nation fought over, but what it agreed upon. 皇室的成员一个接到消息了后，拢暂停行程，煞咧赶到巴尔莫勒尔堡，陪伴伫英国女王的身躯边。前王室的采访记者伊回想讲，便若国家拄碰到大代志，女王拢会站出来。Everybody knew who the Queen was, and I think that this country is going to take a little bit of time to readjust and to the fact that she's no longer going to be here. 这个前皇室的采访记者伊讲，女王伫个顶礼拜日任命新任的首相的时阵，虽然因为健康状况无好，互伊看到更较羞涩，不过女王的面总是安尼笑眯眯，这就是伊互大家会当甲记条条的方式。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世界各国领袖嘛对英国女王的过身表示哀悼。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的全体默哀，美国白宫甲国会降半旗。拜登总统嘛甲夫人去英国驻华府大使馆来致意。国际政要名流吹背，拢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表达唔甘甲对思，也俄罗女王70年来所展现的韧性甲责任感，一个打动人心的优雅甲自卑心。美国白宫一个国会吹背拢降半旗致哀，总统拜登甲夫人吉尔亲身去英国大使馆，伫悼念簿顶头签名留话。She was a great lady. We're so delighted we got to meet her. 女王在位期间会见过13位美国总统，前总统小布希会议甲女王1个月考起到最近任下到底，形容女王真有智慧、有魅力、头脑真好。前总统奥巴马学到女王的勇敢、品味加认真的工作态度，吸引全世界。大英国协成员之一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咧镜头前含着目屎，讲女王对加拿大人的服务永远是历史重要的一部分。She was one of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 will miss her so. 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吹背全体站起来默哀。秘书长古特瑞斯俄罗女王是联合国的好朋友，致力伫咧真侪自然甲环境的事业，并且伫咧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发表感动人的谈话。法国总统马克宏俄罗伊丽莎白二世是善良的女王，是法国的好朋友。德国总统施坦迈尔对女王伫咧离任了致力德国甲英国的和解表示敬佩。Königin Elisabeth II. hat Krieg erlebt, hat aber auch erlebt, dass Krieg in Europa überwunden werden kann. Und sie hat selbst dazu beigetragen, die Wunden des Krieges zu heilen. Großbritannien hat Deutschland die Hand zur Versöhnung gereicht, und die Hand der Versöhnung war auch die Hand der Königin. La reina Isabel será recordada como una de las mejores reinas de todos los tiempos, por su dignidad, sentido del deber, coraje y entrega a su pueblo, siempre y en todo momento.
El Reino Unido y el mundo están hoy de luto. 中东、南美、非洲、亚洲各国嘅媒體，喺第一時間攏有報英國女王過身嘅消息。巴黎、紐約、里約熱內盧、泰納維夫等地代表，攏用燈光表達哀思。公司新聞王慧文報道。来关心疫情哦，国内今仔增加34020例本土病例，有55个人死亡，102个中重症，病例数是比顶礼拜五增加1.6%。今仔有一个9岁查某囡仔死亡，伊无做过疫苗，嘛无慢性病。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COVID-19 新增34020例本土病例，境外入有240例，另外死亡个案有55例。那今天有一特殊重症的死亡个案，是9岁的女童，那没有慢性病史，没有接种疫苗，疑似急性弥漫性脑炎，然后因为意识恶化。于这个6月16号转入加护病房，后续虽于加护病房积极救治，能出现脑干损伤真相及心肺衰竭等并发症，于8月13号过世。那今日没有其他特殊重症的个案。疫情搁开始炭烧，也毋过卫生福利部长煞雄雄公告讲，对后礼拜四开始会限制公费清冠1号的使用对象。未来65岁以下、12岁以上的民众，若是无重症的风险哦，必须得爱自费。一个疗程哦，大约是1500块到2000块。也毋过，中医师的团体是抗议讲，政府无应该伫疫情开始滚假的时来调整政策。指挥中心哦，早起嘛临时开会，表示讲，民众若是发烧2天，佫会扫，佫会喘，经过中医师的诊断，是会当来提供公费的清冠1号。新冠本土疫情搁再升起来，真侪确诊者选择实行中医师，并且食中药的清冠1号来消毒症状。不过未来清冠1号可能需要家己自费，5天的疗程，一个人差不多来开1500到2000。疫情感觉又开始升温了，那清冠1号的这个需求应该也是会上升的，那等于是民众的负担就会比较大。卫福部伫咧中秋节连假进前宣布，自15后礼拜四开始，限缩公费清冠1号使用对象。未来65岁以下、12岁以上的民众，若是无重症风险因素，将无法度各用公费来食清冠1号。就敢若是直接取消大部分确诊民众的公费补助，而且中医师工会全联会也发声明抗议。新制度适用的对象，甲西药抗病毒药物同款，完全拢无考虑清冠1号治疗的安全性甲疗效，批评政府无应该伫咧落雨天修雨伞。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儿童专责医院都拿清冠1号再让确诊的儿童吃，目前看到的疗效也都非常的好。为什么的适用范围要排除儿童？主要有3项啦，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如果有发烧，那还有就是这个喉咙痛的部分，比较严重的喉咙痛，还有这个呼吸有喘的部分，这个部分他们依中医的这个条件也可以开立这样子。疫情指挥中心强调，即马只是甲清冠1号的适用对象明确化，未来确诊新冠肺炎，若是连续2天烧拢袂退，有嗽、会喘、脑痛，或者是食啉有困难的人，只要经过中医师诊断，另外会当开公费的清冠1号。不过，若是已经食西药的抗病毒药物，就不当搁再同时食清冠1号，以免产生副作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中秋连假的头一日咯，今仔早起高速公路车道真多，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去北区的交控中心来视察。今仔早起有袂少的是路段时速拢无到40公里，是真塞车哦。另外放假就一定会塞车，国道5号爱排队才有法度上交流道，一早就塞甲真厉害。车辆一直入来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头前5公里，已经出现排队等要落闸到货车条。中秋连假第一天，苏花界南下的车条，透早5点外就开始出现，有民众惊塞车，天也未光就出门。桃园哦，什么时候就出发？清晨4点半。4点半。对。苏澳分局嘛赶紧派员警指挥交通，会知国道南下南港到石碇是出现时速40公里以下红色塞车，有过中道过了的所界。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苏花路廊，请适时提高车速，勿刻意拉长车距，并全程开启大灯，确保行车安全。就南港系统的部分那因为在路口段那现在也是有短暂的排队车流。
不过后面的部分都还蛮正常。或者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带来文旦礼盒甲奖金送交予高工局北部刑控中心坚守工作的同仁。国道出现部分路段是因为事故车速非常慢。高工局预估南向有几个车较侪、较会塞车的路段，北部包括国一杨梅到新竹、国三土城到关西，车条预估会到3-4点了后才会疏解。中部是包括国一彰化到埔盐、快关到雾峰，国三草屯到民间是预估会到4点了后会疏解。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开始就有真侪返乡的旅客，也毋过代替的中部路段，是因为设备故障影响到上百班的火车，延误到将近4万的旅客的行程，到达也未受理好势。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早起嘛去台北车头，向受到影响的旅客来回施礼，嘛强调讲会来检讨改善。整个非常的抱歉哈。交通部长王国材甲旅客回施礼。因为代替中部路段，车牌因为假特气设备故障，南北的列车受到延误。中秋连假初9开始的第一天，王国材视察北车营运的状况，除了到月台了解旅客坐车的状况，嘛看壁顶的荧幕，看一列车受到影响的状况。包括它计轴器的头，还包括计轴的电缆哈。那昨天把整个计轴电缆都已经换了，那早上它测试还是有一段大概2到3公里哈。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在。王国材表示讲，代替有真侪设备较老旧，维护保养顶悬，还佫会更较积极来做检讨。里面算是比较老旧的，算属于第一代的哈。那我希望说赶快包括新的更换，以及这一段也没有备援了哈。我也期待说赶快做一些备援，然后做一些更新。因若代替嘛讲，主特气的生命周期是15年，假使讲若有好好甲维护，有诶嘛会当用到20年。未来会来加强器材的保护甲维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有一间老牌饼店，传出讲欠10多万的劳健保甲营业税，因为业者表示讲会去装钱来纳，所以行政执行署的台南分署就无去扣生产的设备哦，佮伫发牌会互饼店来卖物件。最近业者嘛推出发牌月饼，生意阁袂歹，所以饼店已经还掉一半的欠款咯。饭店的员工一透早就伫工厂内底无闲甲要烧草，尤其中秋节这阵啊，拢咧赶工。这间有50年历史的饭店，正正因为疫情的影响，生意变歹，欠10万的劳健保费甲营业税。不过业者有心要纳，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都互因伫法院的拍卖会摆大卖饼。因为就是这2年啊，疫情啊，生意就是真的很难做，那传统马红记可以到，市场的景气也都不太好。刚好他就愿意让我们分期啊。伊嘛是知影站袂使出去摆，就了加租，伊算讲每天在那边排，然后就是你无摆嘛是爱算钱。民众欠税罚款无纳，执行官就会找来处理。无愿意纳钱的民众，执行官若是扣无存款，就会甲动产、不动产查封拍卖。不过，这个个案愿意补纳钱，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无甲店家期待扣落来，颠倒互因伫1个月一摆拍卖会，请伊来摆大卖饼，欠的钱到达已经还一半。营业税以及劳健保费约10余万元。那目前呢，义务人已经办理分期缴纳中。那义务人当天也带来相当多的应景的月饼，那销售的情形也相当良好。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强调讲，分署的精神是为着要协助民众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不是要造成社会问题。接落来拍卖会，阁会请民众来摆搭卖饮料等等的产品，若摆搭的收入扣掉成本了后，就会提起纳应欠的少，协助民众渡过难关，嘛增加国库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歌手陈浩真的高雄演唱会，本来今仔开始要连续唱4天，也毋过因为感冒无声，只好取消哦。要演1礼拜接班，因为临时取消，歌迷是赶紧退车票、退饭店，问题阁袂少。陈浩真哦，嘛伫面册会时咧，讲互歌迷造成损失甲困扰，实在是真歹势。一早电话才袂停，几乎拢是订好房间要看歌手田馥甄演唱会的歌迷。伊原定到好起连续4天要开唱，雄雄取消演唱会，要延到后礼拜。真侪早就排好假的歌迷，唔知要安怎。大部分因演唱会入住的客人呢，有大部分是选择延期到下一周的演唱会日期做住宿。那有部分的民众呢是选择如期入住，可以到高雄顺便旅游。向树洞祈求一切顺顺利利。11演唱会
倒数3天。演唱会进前，伊不断伫家己面册发文，看会出来真期待演唱会。毋过卖票的官网写着，因为歌手严重感冒失声，配合总彩排了后状态依然无理想，啉疼甲演唱会改到后礼拜。田馥甄嘛伫面册讲真失礼，紧急宣布延期，造成大家损失，还佫有困扰。县市的困扰会比较多吧，毕竟有些都已经先订好饭店跟车票了，如果要临时改也比较麻烦了。付的代价会比较大，时间、体力、金钱都是 double 的。市长的歌迷支持这个决定，认为破病无法度预期。不过嘛有人认为会当较早宣布取消，毋是前一天，互大家毋知要安怎。官网嘛公告9号中昼开始受理退票，已经买票的歌迷会当照新的场次原本的座位入场，若要退票，嘛按照规定来办理全部退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今仔国际上的大代志，就是在位70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咯，伊食到96岁，伊的一生经过2届的世界大战。第二战时期，伊加入武装部队参加战争，伊嘛带领英国经过冷战经济危机，进出欧盟等重要的历史时刻。伊的任期经过15个首相，伊伫英国社会的地位会当讲是无人通取代，伫国际上嘛非常受到尊敬。美国总统拜登就讲，伊定义一个时代。伊丽莎白二世1966年4月2日伫咧伦敦出世。1936年，伊的老爸乔治6世继位，伊当阵10岁伊丽莎白二世成做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并且伫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履行公共职务。1947年，伊丽莎白二世甲希腊的王子、海军上尉菲利普伫西敏寺办世纪婚礼。结婚后，2个人生有4个囡仔。分别是已经继位做国王的查尔斯、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还有爱德华王子。1952年2月初6，乔治6世过身。迄当阵人正伫咧肯亚进行王室访问行程的伊丽莎白2世继位。过当年6月初2，伊丽莎白2世伫咧西敏寺加冕。所落来几60年，伊丽莎白2世经历过海内外大规模的政治变迁甲社会动荡。2015年，伊超越伊的高太祖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7个月纪录，成做英国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女性君主加女性国家元首。2021年4月初9，女王的翁婿菲利普亲王以99岁年纪过身，和女王的性命出现一个正大的空虚。伊丽莎白2世甲菲利普亲王结婚73年，2个人正恩爱。女王捌讲，菲利普亲王是伊的力量加支持。英国女王今年2月登基满70周年，伊除了这几2个庆祝以外，也发声明讲，希望未来查尔斯王储登基的时阵，卡米拉会当成做英国的王后。女王这份声明，等有为长期被看做第3者的卡米拉背书，也规划英国王室的未来。今年6月，伫咧登基70周年庆祝活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由王室的成员陪伴，伫咧白金汉宫阳台向民众握手致意。女王发声明讲，对民众伫咧响应白金禧庆祝活动，伊心内正谦卑，也深受感动。伊会伫咧出来人的支持下，尽伊的所能为人民奉献心力，一生自头到尾投入服务公众。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则伫这个月初6，伫咧苏格兰高地巴尔莫勒尔堡接受女王伊丽莎白2世正式领兵，也是女王在位70年第一遍无伫白金汉宫的任命仪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批准新配方对抗 BA.5 预防射，这礼拜就开放予民众会当开始做。另外，纽约的州长嘛宣布讲，除了病院、疗养院，其他的公共场所，亲像坐大众运输，拢会当唔免挂喙暗咯。Masks are encouraged but optional. This is what you're going to see on our subways and our mass transit throughout the state of New York. The message at the bottom is very important. Let's respect each other's choices. 纽约州长霍克尔采取宣布讲，包括纽约地下铁系统在内的公车和铁路、机场和共享的轿车服务，还有监狱、游民收容所，虽然拢唔免阁强制挂，鼓励使用，但是唔免强迫使用。病院和疗养院内面同款嘛爱挂。
科克尔讲，纽约州目前感染和住院的人是愈来愈降，疫情嘛愈来愈稳。加上 CDC 顶礼拜是批准针对 Omicron 变种的次世代加强剂，面对秋冬的疫情更较有准备。伊嘛伫记者会现场马上做，嘛呼吁有需要的人较紧做。So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now, we have boosters that are approved that are target specific variants. We haven't had that before. Are to target the Omicron variants BA4 and BA5, which has been the predominant variants for a number of months now. 美国 CDC 是建议所有12岁以上过去2个月无注预防针的美国人，拢来做新版的次世代2价疫苗加强剂，会当得到对抗原始和变种病毒株的保护力。白宫首席的防疫专家福奇讲，未来有可能会变作敢若流感预防针，当年做一摆加强剂。公司新闻时会长编译。后面按什么限制罗西亚人员进口的介绍，罗西亚总统普京就警告讲，伊嘛拍什么来全面禁止人员的出口。伫乌克兰的东部，因为战争嘛无天然气通用，寡人即嘛是唔知影要安怎办。俄乌战火继续拖，俄罗斯甲欧盟之间的能源战也得以升级。俄罗斯就靠北溪1号天然气管线的故障，已经停止对欧洲供气，造成13个欧盟国家受到影响。民众若无力负担哪来哪贵的能源销单也烦恼，寒天来临无消气，为了化解能源危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拍算伫拜五的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提议对俄国天然气设定继续上限。We aim at lowering the costs of gas, and therefore we will propose a price cap on Russian gas. 不过，安尼做刷压俄罗斯总统普京生气，以指控欧盟安尼做将违反协约规定，呛声将无受到需要手段。И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ем ничего поставлять, если э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нашим интересам.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Ни газ не будем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и нефть, ни уголь, ни топочный мазут, ничего не будем поставлять. 普京佮引用俄国有名的动画故事，经过西方国家设立伫寒天唱《龙的尾流放冻节》，这当时5月间因为战火放断去的乌冬季民众烦恼的。有原留伫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民众，当咧积极准备用来驱烧的茶火，手机甲废弃的家具，拢总会当摕来做茶烧。Будем, наверное, как-то группироваться, чтобы как-то где-то постоянно где-то у кого-то греться, чтобы в одном месте было, чтобы у нас тепло было, как бы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а там как уже. 因是制定这种喝茶的传统火炉，希望互家家户户会当平安度过寒冬。不过除了无天然气，当地也欠水欠电，这个寒天肯定非常的艰苦。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过来消息，咱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邀请对手蒋万安陈市长来进行电视辩论。黄珊珊是讲已经甲5间电视台签好辩论的同意书了。民进党的参选人陈市长是强调讲，要辩论当然是会使，也毋过这场选举伊嘛是按照伊原本的规划来行。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嘛讲，选委会甲媒体辩论的同意书，伊嘛已经签好势了。以一个贵宾的身份邀请，等下看这个活动办得好歹，你有问题吗？你鸡仔长鸟仔多，你要做议员？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初到环南市场参加抽奖活动，河南也议员这期违反行政中立。不过黄珊珊甲环南市场主理会会长林胜东拢互相讲是老朋友来开讲。台北市选战竞争激烈，黄珊珊下战帖要邀请哪个对手来辩论。我已经签了5张了嘛，有5家电视台都来签，我们也很期待说大家赶快能够促成这样的辩论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不晓得对方的状况，但是我们很期待。黄珊珊伫并且公布，已签署公司顶5间电视台辩论同意书，非常期待甲对手伫辩论擂台交锋。我对于这种辩论我是不缺战的，但每一个在选举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步骤。好，我们跟着自己的步骤走，不随之起舞。我们也都会照既定的规划，我们也签署了市选委会的辩论，也签了媒体的辩论。另外，陈市长上节目讲到起步是选举关键，黄珊珊引用网友所讲的，都互黄珊珊倒三愿望一摆满足。蒋万安对起步的讲法表示，家己无伤济算盘，都是实实在在勤走其前。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华的大村乡哦，当地有4个滨交道的号志各种5公路，因为代替拢无派人来指挥交通，所以附近的交通哦是乱糟糟，嘛造成西部干线严重误点，后民众是真怨叹。滨交道各种景色影响袂煞，铁轨道是向升起来，又搁向落落来，民众冒险骑车通过，也搁有真侪人是到了现场发现未过，就地转翻头。彰化县大村乡中正西路这个滨交道的铁轨道号志，民众讲已经歹5天，生活是真无方便。上班族的人拢在骂呢，骂讲吼，伊奖金拢无去啊，拢袂付时间上班。有史以来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交通的故障，连续5天。所以说，这个铁路局的局长跟嘉义段的段长，这个应该是要下台负责。乡长批评代替只派员来修复，但是无人来交管，当地交通是乱几个工，要求官员下台负责。真乱的场面也出现伫咧中华火车头，因为号志故障，所以自强号甲区间车拢减速行驶。上北平均满分15至96分，落南是15到50分。中秋连假的头一日，互旅客的行程拢向拍乱。因为伊若提早共讲，若无提早，我足侪回来，我楼梯的足喘啊。截至昨天，收班影响127列次，延误7186分，还在抢修中，大概预计12点会抢修完成。代替表示，是因为制轴器受到干扰，地书关林到花坛之间的号志故障，已经透暝来换缆线，到8号收班为止，影响127列车，满分7186分，旅客39300人次。记者中华报道。去年台湾油的产量是超过71200吨，其中是有7000多吨外销哦。今年的产量是比去年更较侪，也毋过外销却减少真侪。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就邀请嘉义大学、中兴大学，佮有高雄科技大学，成立油研究中心，望讲利用食品加工来倒销油啊。用机器替油仔剥皮，刷来用人工背内底油仔包。食品加工业者甲大学共同开发油仔的加工方法，为了提升油仔伫食品的使用量。它一罐果酱就需要5颗柚子，但是今天如果没有设备做取协助的话，光是用人工这5颗可能要剥1个小时。因为其实柚子的加工并没有那么容易，包括它的成本都很高。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柚子研究中心，它能开发出很多柚子的一个产品。为了增加国产油仔的销量，农粮署甲嘉义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做伙合作，成立油仔研究中心。唔但开发设备，嘛要用循环经济概念，多元开发油仔的产品。今年确实采收期会比较短啊，所以整个的产期比较集中。除了鲜食之外，我们是要提供让农美有一个就是做大果加工的部分。加工很需要的知识叫加热，柚子其实蛮怕热。那再加上因为近期我们的外销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所以政府机构它希望我们开始大力的去帮我们的柚农们找一些新的出路。油仔饮料、冰淇淋、果子酱，甚至阁有用油仔皮、油仔肉做鸭的烟肠。农粮署表示，3国合作会推广加工技术，希望国产油仔未来唔但是做一个水果，阁爱规年冬天拢食会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疫情改变真侪人的生活哦。伫嘉义有一群查某囡仔，因着看到电园的产业受到真大影响，所以成立一个物流直播的平台，透过网络要来消解公益团体佮店家的产品，来增加行销的管道。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一礼拜六下暗的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查囡仔是安怎来行销嘉义的特色。5、4、3、2。大学、部落、甲民间团体3边产官学共同合作，推动阿里山南下经济永续方案。甲计划直接伫阿里山部落做产地直播，希望透过线顶的方式，溜近消费者甲生产者的距离。大学无啥物就是少年囡仔上济，啊科技嘛是较进步吼，所以咱就希望讲，咱会当用大学的力量来，甲这部落来做一个合作，会当甲因这个产业嘛好，啊因咧文化的附赠。除了伫产地做直播以外，团队每一礼拜固定一届夜市来做直播，销解物件是招拢人，拢是因亲身去食过，还佫有在地内行的才知影的好料理。我们其实也不是专业直播主，那我们主要是想要介绍嘉义的
厂商甲遮的人的故事。北大除了协助销售，协会伫文化产品嘛真用心。创办人之一的孙玉晴，伊嘛有艺术经理人的身份，平常时嘛伫推动地方的文化。最近嘛伫溪口客家文化馆主导策划展览。也若兼任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的林家辉，当伫筹备以野球为主题的台语绘本，甚至伫直播的时阵加入台语教学，带动大家做伙来学台语。所以，阮母语协会唔若讲以早是一个组织，推广嘉义母语教学。唔过咱现做线顶，我嘛逐礼拜做直播，我甲全部的老师拢变直播主。嘉义旅游会社当初是因为疫情来成立的，不过一路行来，有真侪人甲因支持，互因搁较坚定要互地方发展的心。后一届来到嘉义，除了食好食的、欣赏美丽的景致，嘛会当停落来感受嘉义这份旅程的力量所带来的新风貌。记者罗敏珠、连新维嘉义报道。云林县的沿海饲真侪蚵仔，嘛供应蚵仔仔，也毋过因为环境变化佮欠工，嘛爱佮面对越南蚵仔的进口的竞争，所以有业者就发展一款新的饲蚵仔的方法，听讲效果是佮袂歹，咱做伙来了解。将单体蚵仔仔放入软骨，挂上竹架刷到外海放养区。云林沿海是国内蚵仔仔的主要供应地，但近期面临养殖环境变化。和人口老化等问题，有生物科技的公司业者只好科农改变养殖方式，希望提高产值。咱可能一个月咱就当饲到3公分啊，因饲到迄个6公分的大啊，差不多要到1年，咱唔免。我捌饲过伫迄个大个所在饲咧单体牡蛎，9个月为5米里，大到12公分。在欧美国家，他们对于生蚝最常使用养殖的方式就是笼具这种方式，然后我就引进来之后，让我们的渔民跟养殖户可以多一种选择。参与这届试用计划的科农丁建家表示，单体蚵仔仔可能农具养殖，生长速度比一般浮体蚵仔紧又搁肥。现在面临当地人口老化，乃当加一款无同于过去传统的养殖方式，让科农选择品种来养殖。买蛋增加收益。我们用单体牡蛎的话，现在我们的育成率大概有80%，我们提高的一笼的鹅大概有150斤，这样起来的话，我们的产量可能可以提高到20几倍。当地养殖业者表示，这几年除了面临气候挑战，各中国三倍体鹅越南鹅肉进口等，拢造成国内鹅产业影响。现在饲饲的成效阁袂歹，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扩大面积来饲，并辅导科农。互国内蚵仔产业会当保有一定的竞争力。记者为报道。来看新竹市环保局办一个水资源的教育活动，互学生来做导览，带民众来了解粪扫水的处理，佮有设计真侪互动的游戏，互民众当一边耍一边来吸收知识。里面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小小导览员带大家了解垃圾水是安怎处理的，另外，佮透过影片。互民众知影，原来水的净化过程是经过几啊摆的过滤程序，才有办法变清气，帮学生更加了解爱珍惜水资源。不要把垃圾丢到河川里面，然后，假如去大海玩的话，不要把垃圾丢到里面，要记得带走。去海滩捡那个人类丢弃的垃圾，然后不要乱排放污水到海里。目前新竹市已经启用11座废污水相关的处理场，总共已经处理过用水量有6万多吨，每天会使处理28万7千人所产生的生化污水。包括3个一个就是人工湿地，一个呢就是砾间的一个设施的处理，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截流，把它截流到污水处理厂这整个系统。但这个系统呢，就是让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周边的这些水域不会让我们的一些家庭的污水受到污染哦。新竹市环保局小连续3年举办守护水资源活动，今年佫特别找来国小学生成立小小巡守队，希望透过学习将环保观念带回去厝内，也甲大人讲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苹果电脑将发表 iPhone 14，国内电信公司就随开放消费者来预约，短短6分钟就拢抢了了。另外，国内有电商平台嘛推出用租的方案，逐档拢会当换手机。
根据全新 iPhone 14伫台湾时间初8发布，升级真侪功能，包含含专业运动相机小比拼的翕相功能、运动模式录影、车祸侦测功能，含卫星通讯 SOS 紧急联络等等。As you can see, we're going big with iPhone 14 and even bigger with iPhone 14 Plus. iPhone 新机发布，国内3间电信遂公布主文方案。中华电信伫初8下晡3点到6点开放3点钟线顶预约的登记活动，国际行6分钟内就抢了了。远传电信伫初8透早11点开放门市线顶预约，强调预约登记双倍成长。现在台湾大哥大选择甲澎湖官网共步，暗时8点开放门市线顶注文，强调下当有1万块的回馈金。独家内容是大量的某币回馈，各式各样的加码，5000以上至1万的回馈，8点启动的这个就是标准的预购。iPhone 新机虽望维持含前一代相同的定价策略，不过比金的绩效无变，却因为比金的汇率大起价，佮容量对比顶一代拢起2000块。有电商的平台推出订 iPhone 的方案，一个月上价是交1534块。在去年的汇率跟现在其实就差了10几%，其实今年 iPhone 是比较贵的。新的订阅方案，消费者购买的门槛降低，销售数字其实我们是非常乐观的。是将 iPhone 14初9伫全国30外国接受注文，不过干那 iPhone 14 Pro 甲 Pro Max 16开始出货 ，iPhone 14 Plus 要等到10月初7才会当出货。中国的苹果供应链受到限制用电，佮有疫情风险影响，第4季敢会当照常出货，恐惊是不乐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白基金会开画图班18档咯，今年是以运动做主题，最近嘛展出新源的作品咯。基金会嘛开不少运动相关的课程，互朋友佮家属会当报名来参加。家己画图、佮摄图作品，特别伫中正纪念堂展出，才有罕见疾病囡仔列队热情欢迎来看展览的贵宾。在会书面因为患着结节性硬化症，而且佮有自闭症，坐点轮椅，伫学校无啥朋友的伊，特别画出这把恐龙家族运动会。对人际比较就还不错，因为他在学校其实没有朋友，因为他有一点自闭症，所以可能也交不太到朋友。54岁王建桥，细汉时常常因为写字潦草去老师骂，20几岁时手开始退化，到39岁才可能患着下颌马杜氏氏症，这是一种先天的基因缺陷，造成运动神经元久期的罕见疾病。伊是日到来参加画图班，开始画图，手的出力甲运用才渐渐改善。来到这里慢慢接触水彩，画久了以后会比较不会像刚开始好像写字一样就有出息，跟音乐班一样的哈，就是说他们如果参与这些活动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病、别人的痛跟别人的需求，而且有互相帮助。罕病基金会指出，目前全世界认定的罕见疾病有7000多种，台湾的认定较严格，公告的240种，敢若37种健保有药治疗。就安尼，才会连续这侪年来，拢办理相关的运动课程甲艺术创作班，互朋友小小哮喘、透放心情，减轻白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暨南大学，因为离玻璃市区有10外公里哦，无奥多拜学生也是真袂利便，敢来当坐公车，所以学校最近是引进共享的电动奥多拜，互学生甲游客拢会当来使用。请共享电动机车准备去玻璃市区，则是国立暨南大学。学生讲，就算即晚无家己的机车伫校园内底，也享受到骑车的方便。机动性是一个问题，再来便利性，然后考虑到两地移动之间的那个效率。东西收拾好，带着行李，我就可以骑车下山，我不用在学校就排队排很久。暨南大学离玻璃市区差不多10外公里，学生大部分按家己买汽机车或者是坐公车，啊，不过离峰或者是休寒休热班次真少，互袂少学生交通真做问题。学校引进这款共享电动机车，只要下载手机 App， 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学生，拢能解决交通问题。它可以让你再骑到埔里镇上，再骑回来学校这样。那我们之前也有记录，也有人骑到镇上的能高瀑布去，就是其实去爬山也是可以的。
学校规划第一批启用的共享电动机车数量100台，除了伫校园设充电桩，第一部里市区也有。校外总共12个行车点，增加使用方便。未来希望扩充到周边景点甲社区。那营运好，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拓展出去。那再来就是说充电桩的取得也是一个比较他们需要比较克服的地方嘛。学校表示，目前需要克服的是用电价、用地处理的问题。不过，以目前效益来看，不止减低学生买车压力，也缓解传统汽车造成空气污染、甲停车位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度的空气污染真严重，首都新德里已经连续真侪天，拢是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都市的第1名。印度有一间公司发明一顶讲会当来对抗空气污染的安全帽啊，会使过滤空气中8成有害物质，更有装一台4台电风，咱做伙来看卖。一顶红白铺色的安全帽啊，看起来就敢若一般的安全帽啊同款，不过伊有特别的功能，就敢若是会当闪电动的最大空气清净机。Actually में एंटी एयर पोल्यूशन है और इसमें जब आप पोल्यूशन में जाते हैं तो इसमें बिल्कुल भी पता नहीं चलता कि आप पोल्यूशन के अंदर हैं और बिल्कुल आपको ब्रीथ ऐसा लगता है आप जैसे एज होम आप फील कर रहे हैं बिल्कुल ही।根据2022年的资料，全世界50个污染上严重的城市，印度就有35个。首都新德里每年11月开始到过当年2月，冷气团吸土沙，形成严重的雾霾天气。汽机车排出废气，再加上烧农作废弃物的烟，拢伫当地造成真严重的空气污染。规座城市就敢若是一座大型的毒气室，有学校甚至就要停课几个礼拜。为了要对抗印度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印度一间新创公司2016年摕到印度政府几多千美金的补助经费，开始研发对抗空气污染的安全帽啊。伫咧2019年研发成功，开始卖。The pollution in Delhi in the winter months was reported extensively by media, and we got to know about the very bad air quality in Delhi. That's the time when we started developing this product to deliver pure air and protect the bike riders from particulate matter and vehicular emissions. 一顶安全帽啊，会当换路网，内面还有一台细台电风，用微型的 USB 充电，电力充饱会当当6点钟，讲会当滤掉空气内面80%的有害物质。路透社摕到一份2019年的测试报告，显示这顶安全帽啊，会当将室外环境内面损害细胞的悬浮微粒 PM2.5， 自每立方公尺43.1微克减到8.1微克。虽然这种安全帽啊，一顶的价销要56块美金，换算代票超过1700，比印度市面上一般的安全帽啊贵4倍较低。不过印度人口14亿，而且有2亿台，每年要换3000顶安全帽啊，所以这顶安全帽啊有正大的市场潜力。So it's an immense market, and so to get the product right, to be able to service a portion of that market is the immediate objective for us. 不过这顶安全帽啊，重有到1公斤半，就像这么拍算用绿色性塑胶材料来取代目前所使用的玻璃纤维，唔但会当较轻，也当降低成本，到时卖的价钱也较俗。希望会当伫今年冬天进前，和新版的安全帽啊上市。目前包括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的厂商，拢表示有兴趣要进口。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来看真受到小朋友介意的卡通《汤马士小火车》上新的一季有一个新的角色，是一台有自闭特质的火车。负责配音的查甫囡仔嘛有自闭症哦。制作单位嘛望讲会当互外界对自闭症这款病有愈较侪了解甲体谅。Do you want to try that again? Give me a break. Yeah. Give me a break. Get it? Give me a break. Get it?这台叫做布鲁诺的全红仔色5分仔车，就是上新一季汤马士5分仔车内面的新朋友。负责配音的嘉生啊，和这个角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拢有自闭症。He is funny, smart, and he's a very relaxed character. He can get really overwhelmed. He can get worried, but
and he uses comedy to get past situations. 布鲁诺伫剧内面是一台真快乐的5分车，伊知影所有的轨道，较介意照计划来。欢喜的时阵会启动伊的蒸汽机，伫伤吵的时阵买喷水烟来保护伊的耳仔。家己嘛有自闭症的家生仔讲，伊嘛无法度接受噪音，对角色真有感觉。Elliot brings to this role is his joy and enthusiasm, his autistic experiences, and just brings the character to life in telling Bruno's story and being part of the Thomas gang. 帮助配音选角的英国国家自闭症协会讲，真侪自闭症的囡仔拢特别介意汤马士5分车这个红仔戏，因为爱伫轨道顶悬规律赛的火车，含拢是数字的火车时间表，互因是真有安全感。即马这出红仔戏是加入自闭症囡仔的角色，毋但互汤马士5分车的故事更较好看，嘛互大家会当更较了解自闭症的囡仔。It's greater that they are representing autistic characters, and it makes me feel very happy of that.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